希望大家可以各位西貢區嘅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立法會新界東南張美雄、北極熊，民建聯秘書張美雄、北極熊，啊，好叻啊！嘅爸爸，都同大家張美雄好後生啊！可以喺優質嘅環境成長，佢亦都同民建聯團隊希望同大家建築優質生活圈，推動完善設施圈。建設連接交通圈。12月7號立法會選舉投票日，希望大家全家總動員支持我1號民建聯主席都支持范書記提建保家園。咁多位將軍澳、寶盈花園、將軍澳廣場、軍澳灣嘅街坊，我係4號無黨派關鍵一席嘅張美雄。張美雄咧，無黨我哋都要規劃派好過海路線，甚至係延伸到康城一帶。